大官人的囝，恁着将荣光气力归乎耶和华，归乎耶和华，着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乎伊，用圣洁的状态敬拜耶和华。当心来吟圣诗603首，603首，上帝做咱安全要塞。上帝做咱安全要塞，坚固营济甲盾牌，艰难困苦逼君目前，做要彰咱大德性。暗示君王兴起，靠伊战甲价治，势力虽然雄猛。逼我到咱面前，救主赞咱大德性。请咱三甲来吟。上帝做咱安全要塞，坚固营济甲盾牌，艰难困苦逼君目前。请咱同心来祈祷。至尊至权的万权人上帝，阮伫你的面前，要对你献上敬拜甲学乐。感谢你过去一礼拜久的带领甲引带，互阮虽然伫新冠肺炎疫情真严重的时刻，还顾阮的心会通得到平安自在。感谢你
因为你的圣神正做阮的帮站，正做阮的瓦靠，正做阮的气力，互阮会通勇敢壮大来面对即波的疫情。主，阮知阮的软弱，恳求你施阮怜悯。阮知影，阮常常伫你的面前行做上帝所无欢喜的代志。这时阵，恳求主搁再一摆来怜悯赦免，互阮会通得到一个新的活命，会通甲你连结。主，阮伫即个主日的早起，搁再一摆同心，要用敬虔的心来敬拜。恳求你的神充满伫大会中，互阮伫即个中间，通过你的话语来得到造就，通过你的话语来得到帮助。主，阮特别伫即个时阵，搁再一摆为着教会内面的肢体来三甲代祷。阮为着姚长老伊身体的衰烂病痛，恳求主你的医治。阮也为着做长娘伫咧做化疗的过程中间，主你加添，互伊有气力、有元气，通过即个化疗，互伊身体会通得到永壮健康。阮也为着侪伫病痛中间的肢体，求主你继续施落你的怜悯、你的医治。通过安尼，阮要看见主你奇妙的神者显明伫因的身上。阮也搁再一摆为着全球以及阮台湾疫情来拜列阮的祈祷。主，恳求你，互阮的执政者、阮遮防疫的官员，因知影怎样用上好的方法来对抗即摆疫情的发展。特别互阮遮的政治人物，无搁再伫遐用冤家。伫遐用控告的方式来反对政府的所做，也帮助阮凡事用谦卑、温柔来看见，我会通伫即个社会中间来做甚物。恳求上帝，你施阮，互阮会通赢过即摆疫情，恢复阮过去上帝赏赐互阮平安的生活。恳求主，你的圣神充满伫大会中，互阮伫礼拜的中间，搁再一摆甲你面对面，互阮搁再一摆对你的话语会通领受新的愿望、新的开始。阮安尼献上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咱三甲来看今日的经文，记载伫《使徒行传》第8章1节到8节，《使徒行传》第8章第1节到第8节。台语汉语版圣经是第143面，请咱三甲来共受。迄日，伫耶路撒冷的教会拄着大困局。使徒以外，拢四散伫犹太、撒玛利亚遮的地方。有敬虔的人埋葬司提反，为着伊推行大天口，扫罗大陷害教会，入达人的家，拖婴的男女送到罗竿。对安尼，遐个四散的人变行传福音的道理。腓利落去撒玛利亚的城，用基督传福音。众人听见，佮看见所行的神者，就当心意向腓利的话，因为侪人有犯着邪神，遐个邪神大声嗷叫出去，半衰的、摆骹的也侪得到医好。迄个城内大欢喜。
今日通过这段经文，要用虽然分散却悠然坚固的信仰来三甲分享。咱伫求学的过程中间，检测拢有即个改换班级的经验。好亲像讲伫小学时阵对低年级升到伫中年级中年级升到伫高年级的阶段，咱拢会互学校重新分配编班。原来的同学也因安尼就四线。其实伫咧改换班级这项事的顶面，真正互咱感觉真学得适应的原因，除了是爱认捌新的导师以外，嘛着爱认捌新的同学。当然，若是运气较好，咱所分配的班级也有几位过去咱所熟悉的同学会通编伫同一班。过去就捌听过有人小学6年的中间拢是同班同学，上国中以后，阁是一摆同学互学校分散的即个经验。伫我求学迄个时代，因为升学主义的影响，对国一开始就将学生分做是 A 段班还是 B 段班。即款的气氛，但是也无表现了真明显。一直到升国二以后，咱对即个班级的导师就会通知影，咱是分配到伫 A 段班还是 B 段班。也这时阵，咱会发觉讲，过去国一甲咱做伙诚做同学，总是因的成绩较伫后壁面，这个同学。因为学校安排拢偏得到伫 B 段班去啊。虽然国小甲国中有即款分班的经验，也即款的经验，互咱会甲熟悉的同学来分离。检测对较正面的角度来思考的时阵，咱会因为安尼来认捌搁较侪的同学。但是对遐较学得适应新的环境的同学来讲，检测因为即款的分班，互因伫班上愈来愈无爱讲话，愈来愈封闭，甚至无想要搁再交新的朋友。就了我家己来讲，现此时小学6年的同学，阮依然有保持联络，甚至有当时也会举办小型的同学会，总是。我国中这同学完全失联啦，毋知影去倒位啊！因为这个升学主义，这个升学主义引起阮伫读册迄个时间点，拢干那顾家己，无要顾别人。所以阮到即阵，毋知影国中的同学到底拢去甚物所在啊？当咱回顾福音伫初代教会咧发展的时阵。检测会看见这个门徒，是讲教会，互人分散的这个经验。我相信，迄当时的使徒，这个门徒，是信徒，一定会为着这样事感觉真奇怪，感觉真戆影，甚至感觉真不安，甚至会认为讲福音是毋是会因为安尼受到阻挡？但是，咱从来毋捌想过。有时阵，上帝要透过这款分散出去的方式，互更较侪人会通聚集起来。也伫这个不断四散分散，搁再一摆聚集的过程中间，信心就通成做是所有福音工作者持续为着主征战迄个气力的来源。关系今日经文，咱今日所读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发生伫初代教会头一位的殉道者司提反，互众人用石头钉死以后的故事。有关司提反的故事，咱会通看《使徒行传》第6章、第7章。
对圣神伫五旬节降临伫所有使徒的身上以后，因拢对圣神得到勇气甲才能，勇敢壮胆，伫耶路撒冷甲逐所在的犹太会堂宣讲福音，并且伫民间行侪侪的大奇事甲神迹。侪侪人因为使徒的分享来接受福音，所以上帝就将得救的人每一天拢加添福音。总是犹太宗教领袖也开始下手来掠这个使徒，甚至用各种的手段来困住因，因为因所传扬的福音已经影响到整个犹太宗教信仰的系统。耶稣提反就是上好的一个例。司提反这个人是初代教会中间被竞选出来负责办理食饭代志7位执事中间的一位。迄当时因为门徒愈来愈多，所以遮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就遮讲阿兰话的犹太人伫遐埋怨讲，因伫每一天供给食饭的这项代志有忽略因的寡妇。为着要12个使徒会通专心来传讲上帝的道理，所以因就竞选出7位有好的名声、受神甲智慧充满的人来负责管理这项事。总是司提反，伊毋单单是伫教会中间管理食饭的代志拿定，上帝阁特别有互伊有恩惠能力来行神迹奇事，并且阁有圣神互伊的智慧，会通去到伫各会堂的所在，甲这个犹太人辩论真道。而这个人因为无法度去辩驳司提反所传讲出来的福音，就买收人来甲伊诬告，讲伊是讲谤读摩西甲上帝话的人。就安尼，司提反就人掠去到伫犹太的会堂的所在受审问，最后伊成做第一位福音的殉道者。也对迄日开始，伫耶路撒冷的教会拄着大困局，使徒以外拢四散伫犹太、撒玛利亚遮的地方。检采咱有一个疑问。既然教会受到遮尔大的困局，啥事使徒阁会通留伫耶路撒冷？因敢毋是也应该四界逃走去啊吗？有圣经学者就指出，司提反有可能是教会中间遮讲希腊话犹太人的领袖，所以当伊互人掠去、互人杀害以后，犹太公会伊所困住的对象，就是针对耶路撒冷教会中间遮讲希腊话的犹太人，遮的信徒。这为什么使徒会通继续留伫耶路撒冷教会，伫遐坚固信徒的信仰的原因？好像上武所讲的，掠贼大信徒爱掠迄个迄个带领的擒贼要先擒王。若是会通大心将迄个带领的人压制掉，就免烦恼其他的人会起来反叛，继续伫遐捣蛋。也检采犹太公会也是抱着这款的心态、这款的想法，所以因就开始来迫害踮伫耶路撒冷教会中间这些信徒，直到信徒开始四散去到伫犹太甲撒玛利亚的地区。但是犹太公会永远想袂到，虽然这个信徒互人四散出去，反倒是互因有机会将福音传到伫耶路撒冷以外的所在。这也证明耶稣迄当初所讲的话。耶稣讲，当圣神临到恁的时阵，恁要伫耶路撒冷、变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是啥物的气力？啥物款的力量，
或者受到困毒的信徒，毋若无四界逃走，反倒是搁较勇敢，到逐所在来宣扬基督的福音。迄就是信心。有影，好像耶稣所讲的，伊讲：你若话有信的人，逐项拢会。耶稣佫讲：你若有信，亲像一粒芥菜籽，恁就要甲即个山讲，对遮刷去遐，也要刷去。搁恁得要无一项袂。虽然阮都因为迫害、困毒，就要暂时离开耶路撒冷，但是因对宣扬福音这款的热情并无减少，因为因会通坚持所信的道理，也尊坦主耶稣所吩咐福音的大使命。检使阮都的视线，伫咱人的目睭来看起来，好像就是撒旦伊的计谋成功。撒旦成功破坏了阮都为着主做见证的计划。总是上帝的念头，毋是咱的念头；上帝的路，嘛毋是咱的路。上帝总是伫世间人认为绝境的时阵，才开始做工，因为伊是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的全能上帝。两兄弟，咱常常互人教导讲，伫患难困毒的中间，爱继续持守信仰。但是咱就要承认，这真正毋是一件真学得学习的功课，绝对是一件毋是真简单的功课。因为人性的软弱，互咱难免会伫拄着患难困毒的时阵失去信心，看袂起头前的方向，甚至会认为上帝哪会伫这个时间点内底将咱放离，互咱爱面对，家己面对这款的困境。其实，大卫伫咧拄着真痛苦的时阵，就捌安尼祈祷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啥事放离我？啥事离开我，远远无救我，毋听我后叫的话。也主要说伫十字架顶，嘛捌引用即句经文，讲：伊利伊利，念嘛撒搁大年。意思就是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啥事放离我？对待比较主要所祈祷内容，咱无学得发现困境。常常互人失去对上帝的信靠甲仰望。咱在对旧年年初开始，全球就伫即个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内面，咱拢掠看到迄款惊吓甲威胁的中间，特别是惊去染到这病毒，惊去拄到死亡。也因为这个疫情不断的升温，也所有的人就要从强迫去改变生活的各种的习惯，亲像讲出门一定要戴喙安，就要养成迄款真骨力洗手，并且用酒精来消毒双手这款的习惯，甲人的中间就要保持迄个安全的距离。伫公共的场所内底，咱每一天拢爱固定来消毒，免得这个有病毒。伫过去这1年半的时间内底，咱看见咱台湾伫防疫的工作顶面，通讲是全世界的模范生啊。检采因为过头自信，所以百姓伫这个防疫的工作顶面开始放松，直到这个防疫的境界，对今年5月11日开始升到第2级。伫短无到1礼拜的时间，伫5月15日，佫升到第3级。所以政府就下命令，所有全国的学校都要停课。也这个
餐厅袂当伫内底食饭，一律拢是爱外带。所有这娱乐场所嘛，拢爱停止营业。防疫指挥官搁较是请求全国的百姓出门，若是有需要出门的时阵，就要戴喙安。并且伫即个疫情愈来愈严重的这段时间，尽量莫出去，莫去外口拍走，莫群聚，伫遐侪人结做伙，还是讲出去外口佚佗。咱无多好啉，新冠肺炎疫情确实是将咱整个原本的生活拢打乱去啊！也教会伫即个疫情的中间，即个影响下面也受到面临共款的挑战。直到咱真想要开喙来问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啥事离开我？特别是当政府将这个防疫的境界升到伫第2级，甚至一定升到伫第3级以后，有一寡教会就要面对几个问题。第一，教会无举行实体礼拜，就无奉献的收入，教会的财务会出现危机。第二，教会的资源无够额，无法度建立线上礼拜的这个直播。第三，教会无举行实体礼拜，嘛无即款的线上直播，兄弟姊妹人命无法度得到养饲，有可能会因为安尼来死线。第四，牧者无法度去探访住伫病院的兄弟姊妹，也尽量避免安排去到伫家庭来探访，直到关怀的时间有可能安尼就来停止。所以，对一寡较悲观，也是讲信心软正的人来讲，新冠肺炎的疫情，检采是撒旦对教会的攻击。好像主耶稣所讲的，恁拢要受杀害，因为有记载讲，我要拍牧者，羊就死线。有影，咱看见侪国外遮的教会。伫这疫情一开始的时阵，就拢停止聚会，所以伫这1年外的时间内底，拢无有实体的礼拜，因只有会通看线上礼拜这款的直播。因无有够额的奉献收入，无法度去支付牧师的谢礼，所以有的牧师就因安尼来离开，甚至有的牧师去找别个佚头来做，总是对咱遮信用坚定的人来讲，这波疫情其实是上帝互教会甲基督徒一款的信心测验，一种信心测验，就好像农夫用迄个梯啊，伫遐梯，这五谷共款，将好的留落来。将唔好的弃杀伫路边。兄弟姊妹，当咱咧面对愈来愈严重的疫情，咱是毋是对上帝依然有持守迄款的信靠？咱是毋是相信上帝一定会带领咱行过死荫的山谷？伊的锤、伊的拐，的确要来安慰咱。有一首华语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检采咱拢知影即首诗歌，也即首诗歌也有编伫咱新版的圣诗第587首。伫即个诗歌的歌词中间，有安尼来讲，伊讲：我毋知明日会怎样，走错路我免担忧。我无求逐日好日光，有时阵黑暗恶长。对将来我充满盼望，主保守的确稳当。我逐日甲主同脚步，伊知我头前路途。第2节安尼讲，我毋知将来的日子
是骄傲，还是悲伤，还是伤悲。既然主养饲鸟者，伊也会互我教育。伫头前虽然有水火，有试炼，也有苦悲，但有主引带我路站，伊保护甲我掠看。伫富怪所在有讲，做事密日会临到，做事恶的明了。我深知主掌管明日，伊牵我一路行透。通过这首诗歌，互咱知影，无论咱拄着什么款的境遇，咱的上帝永远在掌管，永远在带领。虽然伫疫情的中间，咱相信上帝有美好的心意伫咱的中间，伊要互咱通过这个疫情，学习谦卑，搁较倚靠上帝。兄弟姊妹，检测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互咱着爱暂时，互这个实体的礼拜，互递到咱的教会牧者兄弟姊妹，暂时拢四散去到伫逐所在，就是咱拢着爱踮伫咱的家庭中间来做这个直播礼拜。但只要咱会通坚定信心，坚固咱的脚步，自信伫上帝。虽然咱是踮伫无共款的地点敬拜上帝，咱无多搁再一摆伫礼拜当天来组织做礼拜，但是咱犹原会通心灵合一来敬拜上帝。我们仍然可以在自己的家庭当中心灵合一来敬拜。对今日经文中间关系耶路撒冷教会受到大困扰，信徒着爱四散到逐所在的故事，会通帮助咱学习什么款的功课。检测有几项，咱会通来思考。第一就是讲，伫困扰患难是咱检验家己立命的机会。即使伫信仰的顶面有拄着真大恶担当的事，只要咱的信心无摇动，无有任何的事会通互咱甲主的听隔离。第二，虽然咱会因为这困扰，着爱暂时四散到逐所在，只要咱犹原愿意忠心侍奉主，无论咱去到伫什么所在，拢会通继续为主做干净。第三，伫疫情也未有效来受到控制这段时间，教会除了着要配合疫情指挥中心的行政命令，做好的防疫措施。若是能力做会到，咱犹原会通建立具体关怀的系统，亲像讲这个线上直播礼拜，也是讲线上祷告会，也是小组。当咱的心会通结连做一伙的时阵，圣神伊就要帮助咱，将任何的阻挡拢换做是一款继续向前的气力。最后，检测有时阵咱会将四散看作是撒旦的作为，但是伫上帝稳定的带领下面，四散是为着要互基督徒有分享福音的机会。所以，咱也着爱为着这项事来献上感谢。无论这疫情会延续偌久，咱知影，只要咱的心坚定，只要咱的脚步稳固，只要咱自信伫上帝的身上，咱就会通赢过这边的疫情。上时，咱虽然无实体的礼拜，但是咱有这个线上直播，也是讲线上的祈祷会，咱通过伫厝内也参与伫礼拜甲祈祷会中间，咱的心是结连做一伙，咱就会通伫疫情结束以后，犹原有这款的信心，伫上帝面前学乐敬拜。请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实在毋知影，
怎样即个新冠肺炎疫情愈来愈严重？直到阮想要问上帝，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啥事放离我？做伫阮真悲伤、绝望的时阵，通过圣经的话语，阮搁再一摆看见，虽然有四线，总是因为上帝福音的缘故，阮会通自执，继续真正好的征战。做阮要承认，伫这疫情的中间，阮实在是无法度做甚物。阮除了配合政府所指示的命令，阮所会通做，特别是阮伫日常生活的中间所会通做，检测就是替遮医护人员伫前线底拍拼做防疫措施的人来代祷。主，阮恳求你帮助遮的人，互因虽然真辛苦在对抗这疫情，还佫有对遐来智慧，因搁较同齐、同心合一，来为着这项事来找到真好的解救方法。主，阮即时阵真欠缺是疫苗。恳求上帝替阮来开路，互阮会通对这生产疫苗的国家来得到帮助。互阮因为有得到这个疫苗，每一个人拢有来注射以后，阮无搁再互这个疫情、互这个病毒来困扰。主，阮知伫这段时间，阮也需要搁较一摆同心合一来敬拜。虽然阮无实体礼拜，总是阮会通过线上直播的礼拜，阮同心敬拜上帝，也常时祈祷阮的人命。主，恳求你的话语安慰阮、坚固阮，恳求你，互阮会通不断自信伫你的身上，通互即边的疫情无将阮教会来拍败，反倒是互阮的兄弟姊妹有搁较结连的心，会通共同来度过这个难关。主，恳求你施恩伫阮的教会中间，施恩伫阮兄弟姊妹中间，互阮通过即摆疫情，也会通检验阮家己的信仰。阮需要有搁较大的信心来宣告讲，主你会较赢伫这疫情，主你要结连阮所有兄弟姊妹的心，主你也要帮助阮，互阮虽往拄着灾难、拄着困毒，还佫会通信靠你，继续向前行。阮安尼献上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搁再一摆来念圣诗532首，圣诗第532首。我灵救主无惊见笑，我灵救主无惊见笑，好打干净道理，好打干净道理。报扬耶稣恩典奥妙，欢喜叹伊教示，欢喜叹伊教示，欢喜叹伊教示。咱同心做伙来念。我灵救主。
这是我来做报告。头一项这伫礼拜咱有提醒哦，因为全国新冠肺炎疫情提升到第3级，所以对顶主日开始，咱每一个主日顶晡10点，会用网络直播的方式，要来举行台语礼拜。也网络礼拜开始前10分钟，会伫教会的内群组来搭连结。请咱的兄弟姊妹同心伫这个时间来敬拜上帝。也咧敬拜上帝时阵，咱嘛爱穿好整齐，毋通伫厝内安尼行来行去。希望咱拢会通用心灵甲诚实准时来参加礼拜。第二，为着要网络的礼拜时间无伫到伤过长，所以这个天数有缩短缩短伫这个遮尔短的时间内底愿咱也会通同心伫这个中间来敬拜上帝。第三，这个网络礼拜的时间，这段时间虽然无安排实体的奉献，请咱兄弟姊妹也会通用诚心，将奉献来准备好妥当。本会有提供下骹一寡只奉献的方法，咱会通将奉献袋奉献放伫即个批录内底，将即个旗甲咱的名，写名，咱的日期，奉献的金额，搁即个家己的账号后壁的5个号码。奉献的项目，来甲财务的同工讲，离咱来刊登周报。这个教会的这个账号，有关的这个资料，有记载伫咱的周报第5面，请咱才看咱的放伫这个赖群组顶悬的周报。第四，伫防疫第3级还未解除进前，咱实体的礼拜甲周间的聚会，拢会暂停来举行。但是为着要咱兄弟姊妹伫疫情的中间，也会通三角起坐合一祈祷的习惯。所以咱对即礼拜3开始，就是6月初2，咱每一个拜3暗时8点会举行线上的即个祈祷会。即个连接的网址，咱会通点即个网址入去，点入去了后，会通加入，就加入即个会议，也是讲加入即个祈祷会这欢迎咱的兄弟踊跃会通加入即个线上的祈祷会行列，并且伫每一个拜3暗时，咱7点45分会开始将即个网址搭伫咱教会群组的顶悬，咱开始来订阅，做伙用祈祷来互咱即个疫情是讲咱教会的事工来得到上帝的带领。第5就是请咱兄弟姊妹继续为着即个福德里社区独居老人甲弱势家庭共产的即个事工来祈祷特别需要咱的参与甲关心因为咱目前有参与伫即个事工有3个同工要需要有较侪人做伙来参与期待咱若有感动的兄弟姊妹
才将才敲电话，也是讲甲牧师讲哦，才会安排讲即个时间什么时间来送餐。这是咱伫即礼拜中间简单的报告。好，最后咱搁再一摆来吟车恳的诗，圣诗第552首。大家勇敢同齐脚步，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虽然经过黑暗路，咱的头前遥远路途，有咱救主在保护，星在带路，灿烂光明。抬头看伊来进前，我靠上帝好胆进前，着进前，着进前，我靠我主来进前。大家勇敢同齐脚步，虽然经过黑暗路，咱的头前遥远路途，有咱救主在保护，星在带路，灿烂光明，抬头看伊来进前，我靠上帝好大进前，着进前，着进前，我靠我主来进前，光明富贵放伫后边，专心为主来进前，为着正义应该用命，修正正家来进前，无靠势力，无靠文书，我靠全能咱的主，我靠上帝好大进前，着进前，着进前，我靠我主来进前，好名声认真势力，应有地盘甲要下。听他命令，不出正路，无趁世间的法度，小世事用积极去行，应该拢总拄到前。我靠上帝好大进前，着进前，着进前，我靠我主来进前。咱若专心行主正路，真是群体主耶稣，我为福气平安欢喜，主要使咱够满意。咱着时常同齐脚步，勇敢经过黑暗路。我靠上帝好大进前，着进前，着进前，我靠我主来进前。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性的相通甲感动，甲恁众人常常三角伫地。对这事直到主过来，阿门。